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浩昌移民嘅新聞報導，我係你嘅新聞報導員羅立剛。好多人都唔知道 Manitoba 喺邊度嚟㗎，其實佢就係位於加拿大嘅中部，亦都係最早參與加拿大省政府提名計劃之一嘅省份，人口大概有140萬人。佢嘅首府就係 Winnipeg 係一個非常繁榮嘅城市，但係佢嘅生活成本相對加拿大嘅其他城市嚟計咧係相當便宜㗎。以一個2房1廳嘅單位嚟到計算，喺加拿大嘅溫哥華，佢嘅租金係需要1700蚊加幣，多倫多係需要1500蚊加幣，但係喺 Winnipeg 就只係需要750蚊加幣嘅啫。好啦，我哋休息一陣，下一節翻嚟再講啦。想移民加拿大 Manitoba， 浩昌幫到你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嘅團隊會親自帶你去考察咯。唔講你唔知啊，考察喺呢個計劃裏邊最重要部分之一。因為我哋根據你嘅考察，會同你一齊做一份度身訂造嘅考察報告同埋商業計劃書。仲諗？快啲嚟揾浩昌啦！歡迎大家翻咗嚟第二節嘅新聞報導。Manitoba 省政府提名計劃嘅申請時間大概係1到2年度。成功申請之後，你喺呢個省投資15萬做生意，同埋乖乖地喺呢個省定居嘅話咧，就得㗎啦。當然，你仲有啲基本嘅條件係要符合㗎。第一，有3年以上嘅管理或者經商經驗。第二，喺計分制入邊攞到60分或者以上。當然，如果你嘅英文試成績越高或者資產越多嘅話咧，你相對得到嘅分數就會越高㗎啦。第三，你係必須要去呢個省度做一個考察，同埋提交一份詳細嘅商業計劃書。第四，喺面試成功之後，再支付10萬蚊嘅保證金，保證你會喺呢個省度定居同埋投資做生意就得㗎啦。好啦，今日嘅新聞報導完畢。如果你有咩關於移民嘅問題，歡迎隨時 send email 或者留言俾我哋。仲有，記住 like 我哋嘅 Facebook、subscribe 同 share 我哋嘅 YouTube 短片啦。